朋友，今日过好冇？阿明哥刘浩明分享收看福起来。观众朋友，万圣时节除了同阿哋叫妹妹啦，还有我同阿哋隔壁嘅声音嚟听我教以外，可能阿哋會有啲記憶，會有啲咚嘅聲音，尤其係啲暗晡11點時節，通常安尼聲音，我幫阿哋感覺到講，佢安心，然後感覺到世界歸親，冇唔錯。嗰種阿哋以前嘅羅掛種。喺1921年嘅時節，日本嘅總督府希望我哋台灣嘅人可以準時、舒適，還有適時。嗰時節都引進嘅時間嘅經驗面。嗰時從嗰邊嘅開始，嗰度嘅羅掛種都行入嚟我哋台灣人嘅家庭地位。但是隨着時代嘅進步，嗰度羅掛種更加都看唔到嘅。喺嘉義太后有一啲木質材料係由設計內嘅蘇文清先生。以為伊啲機人，伊同伊嘅朋友去種嘅羅掛種，冇想到伊種都種出興起來。但是羅掛種都難樣種，有乜嘅冇叫我種類咯。我哋今日都邀請到蘇文清先生來到現場，我哋提供分辨，歡迎我哋嘅蘇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鐵嘉義來嘅蘇文清，大家好。蘇教授我想問一下 ，TV 頭當一開頭是講，唔係我哋嘅木質材料同設計呢？像從我哋啲觀眾朋友先了解一下講，伊係樣嘅一種可能咯。也種嘅我嘅專業係，我哋都係喺做有關木材加工，木材加工就喺譬如講家具設計啊、木藝品嘅製作啊，只要跟木材有關嘅就全部。從木材嘅木材裡邊唔管是也要材質啦，嚇，也要種類啦，最尾也要設計加工，全部同哋呢去學個動作嘅。剛剛想問一下，你這個頭都講唔係嘉義嘛？嘉義太好，你這個本地係哪邊人？我本來係苗栗。苗栗喺哪？石虎鄉。師傅，應該係講海陸啊。講海陸。但是你頭講詩人，兩種都會講。我哋講雙聲帶。咁唔幾時節，萬世都接觸到木工業嘅技術咧嚇？應該咁樣講啦。之前我接觸透過高職嘅嚇，曾經去學木工嘅專業啦。以前冇學過嗰時木高職嘅時節，讀木工嘅幾時節嘅木工其實應該冇教用嘅去分辨我哋嘅木材吧，因為他們教用嘅做嘅做木工後來我會慢慢地要開始去進修咯。按你講係，以前我應該按你講啦，高職嘅上面很特殊，在這個時代一周上課要6天，所以個上面的時間，還有2月的時間，全部都好做木工訓練，所以個上面的時間對木工的訓練就很扎實，然後畢業就10個月讀二專，二專畢業就10個先去走畢睇了，然後就考大學，考大學以後就10個讀研究所，10個拿到博士學位，所以以我哋讀技職路線，以那裡講就會拿到博士學位嘛，一路走來，懷着感恩的心啦。係，因為我感覺到講，其實這種頭都先生嚟講，你嗰時讀高職嚇，後來又讀到拿到博士，然後做教授。我想對爸爸媽媽上講來講嘅話，一開始想講，冇想到細年就本來想講去學一啲術藝，還以為可以做木匠，可以。冇想到做教書嘅咧，爸爸媽媽應該幾聽嘅嚇。佢當時嘅父母我講係50年代啦，民國50年代嘅時間，大部分父母農村家庭通常國中畢業都係去工作，就趁條路填補家用。挺多就像安尼讀高職，然後畢業開始去趁條路，然後填補家用。所以我家下講嘅。一路可以得到博士學位，安尼嘛是真的很感恩啦。真係冇驚嘅。佢種我哋幾多頭都講，唔知係講唔定咧，可能地方係專門有木材嘅加工啦，材料編設啦，佢哋會一啲行咧。佢對現家我哋台灣嘅市場來講，因為我哋而家看到發現講，我哋台灣人家做家具，做家具話幾多下？民國60年代、70年代台灣做咧講嘅號稱家具王國。主要在70年代，台灣一個彈丸之地，家具出口量
冲到全世界第2、第3位，所以可以讲家具王国哦。但是就时代的转变，那个慢慢哦，到进入80年代，台湾人工成本都调高啊，所以1990年以后哦，整个台湾的家具产业都外移到台陆去的哦。咁中國上面係好多人講啊，差唔多70人左右去台灣喺我哋嘅家具嘅王國嘛。咁幾時就我哋嘅書係哪來咯？我哋那個木材哪來咯？哦，台灣因為台灣係個那個海島嘛哦，其實當時東亞民族共用台灣家具產業用嘅木材全部進口，99% 全部進口，嗰種變成個木落嘅人員嘅話，大部分都可能都因為我哋嘅人工貴嘅，人工貴嘅，嗰種變成講佢其實從嗰度產業用嘅啦，因為我哋嘅人工貴，還有一定嗰度產業都開始移轉到大陸去啦，或者其他地方去，嗰種變成更加我哋去我哋國內自家做家具嘅，也要產業都冇安泰唔錯嘅。哦，也蠻冇咧，我講也蠻台灣嘅家具產業全部都移到越南，就差不多2000年左右，全部都從大陸外移到越南去嘅，也蠻全部聚集喺越南。咁面對人哋其實產業唔係歸太喺台灣嘛，譬如講像唔係學教生意咧，嗬，唔係培養嘅時節，唔係用嘅嗰啲國土嘅培養講，跟住啊生意嘅變現以後，跟住就喺埋睇我哋台灣嘅市場地位，而家做乜嘅東西，還是講而家喺埋都不停到也要產業，譬如講產業移到越南啊，都去到越南去工作。按你講嘅，因為我搞嘅木材相關的嘛，也10年嘅時間，因為有老家具產業有啲聯繫，所以將抵到講亞曼嘅家具產業嘅人才斷層，所以也10年嘅期間，我哋學校都一直喺推動家具產業人才培育，就係希望有一些年輕人做得到越南也幫助，就是台灣的那個家具產業啦。嗰時我都變成講，我哋而家雖然講我哋台灣，我哋咧廠商冇睇台灣生產嘅，全部曬去越南嘅，但是而家還是貴需要有安尼嘅人才，一啲人幹工廠，一啲人開嘅所有嘅流程。嗰時都變成講，我哋而家培養嘅生意咧，下一擺其實都可能會喺越南工作。因為按你講，當初去大陸外移到越南嘅時間嗰度台商嘅負責也蠻多，全部60多歲人全部落嘅啦，所以佢也蠻動需要年輕人所以整地度講叫台灣青年輕人所以我講我走這一方面，差不多10年前就開始跟老家的接觸整地台灣也有安尼相關的科系來培養安尼年輕人所以我講這幾年當年嘅寒暑假就帶學生去越南家具產業去進行產業實習，讓也都學生可以掹畢業前先去了解到家具產業做乜嘅東西要畢業可能有興趣投入也都產業安尼。咁唔定帶學生去越南實習，學生嘅即個有乜嘅表現冇？我講有人感覺到有講到個神奇冇？應該睇了一定很好奇因為學校嘅嗰個家具量化製造全部冇共用我有寒暑假我講因為我送學生喺暑假去國外實習嘅經費係一個很重要嘅，所以亦都感謝教育部，他有一個新南向學海逐夢計劃，所以當年就到教育部申請那個計劃然後來補助也都學生去家具產業來實習然後到最重要佢在學期間做得先體驗一下變成也係啲最重要嘅一個產業鏈，我哋講產業鏈啦，等於講係產管學有3條，其實係我哋講塔嘅很因為唔得，所以我哋講推上聽我哋嘅越南幫我哋提嗰邊賺錢，但是而且其實佢需要講我哋國內有人可以去推的天數一點的工作，因為其實當天越南人可能交通上面講話上面可能都冇安排，但是唔看我哋這個培養嘅生意咧，我哋咪喺辦法有啲機會去到越南去工作，然後我哋咧官方去提供機會本嚟去訓練生意，嗰時候等於講我哋嘅產業官方，還有我哋學習，好多種的，
都等于把亚要产业，虽然讲今仔无错无体用的台湾生产，但是至少你把亚要产业，马还能保留下来，有创下你前面的瓜种样。像阿请问一下，你哪个时间会开始接触到一长瓜种？哦，安尼讲呀，我有一个好朋友孙庆先生啦，哦，佢专门伫修理传统快木家具，哦，我就不是请佢聊啦，因为你请佢聊，佢就那一个做牙扎，啊，其实也佢就那扎也挂种把款，但是动书唔系安尼，个当时佢那本爱也挂种啊，个木质的部分全部分冲个竹墙墙，就看到个纸咧跟文字板，你有没看到？全部白墙墙的。叫那本讲，你有兴趣吗？来修看看啊！应该想到，就是你讲小时候又想到，这个公妈厅又挂一张，也唤起那个回忆。我讲好啊，我那种去看看啊！但是佢实在煮的冻烟虫，我那种就丢到研究室就病了，就冇去插嘅。然后过2年以后，有人就同时想到，我有一只挂钟，那出看看啊，像开始那去查考来看啊，用的主体啦，用个个零件啊、料件的用的，个构造原理用的，然后又查考去上网去寻一些挂钟的资料啊，来了解啊，那我就当初我想，安尼我去修复伊来。所以个开始就开始对挂钟又产生兴趣。嗰时变成迄个朋友很易长的，结果你可是长以后，就发现其实佢神奇呢。一方面其实长的时间，我相信头讲来讲公妈堂里边，都有咧挂钟。其实是几多年的公妈堂里边，我有咧挂钟。当初为了爱同啊人的朋友长伊的罗瓜种，无想到都点伊的罗瓜种的世界里边。观众朋友，观众都看有罗瓜种啊，发接下来的节目一定要看哦。休息一下，我哋马上过来哦。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賓可能講，以前用的是長我哋的朋友為的羅瓜種變成長出一個興趣來。我想問一下嘅蘇教授我想講，其實長一的羅瓜種對你來講，外面絕對沒問題，這個本來都係部分的一個專家嘛。佢底部呢？底部嗰度貼的嗰度材料，唔知有冇一下？呀，個磨練啊，講。就開始對羅掛鐘有興趣以後，就開始以數個到羅掛鐘。實在發覺，佢很動作的機件其實有問題壞體，用去長用去調整，其實嘛，這個花很多時間去拆壞好幾個零件，然後才學起來用去整修安尼啊。但是問題係，人家比如講人欠嘛嚇，你咪要看其他。人家平常買一段嘅羅瓜種啊，應該講天然買一段買一段羅瓜種。冇咁錯啦，我按你講吼，也羅瓜種樹羅瓜種超有10年吼，一開始樹羅瓜種一聽落去跳蚤市場，當時跳蚤市場較有名嘅做台南西門跳蚤市場，還有高雄嘅凱旋路嘅跳蚤市場嘅2隻市場一台。數幾年下來也10年，就發覺跳蚤市場有個掛鐘，不管佢嘅壞特掛鐘，韓國嘅零件嘛凍銷，所以個價位嘛凍，因為已經高，後來我就變到就去那個網絡購物嘅網絡市場去數。但是問題係，我想請問一下譬如話你今日看到啊兩個掛鐘地方，我如果你今日一般看到嘅羅掛鐘地方，你用嘅一分別而係日本。其實日本時代還是後來台灣時代咯？當簡單啦，也當簡單啦，因為最重要的一個簡單看的分別方法就看叫文字版。文字版上面的面板。呀，面板跟最下面呀為印刷英文字。那跟日本進口的幾位印刷製造商的，比如講精工社、蛇扣下Tokyo 東京製造Japan，台灣做的叫做簡單，也下背都 in made in Japan，
安尼听听。好，安尼，哦，可是变成讲，甲种迄个是俺的日本资的啦，哈，日本资的个时间咧，如以这个我想，以这个制作公司，哈，进公司哈，西口下，安尼。咁但是嗰種喺進口來嘅，其實台灣可能喺台灣進口嘅話，留下 Made in Japan 咯，所謂。台灣做嘅就 Made in Japan 三十四。Made in Japan 喺台灣做嘅。台灣做嘅。咁而做乜 Made in Japan 咯？就第一應該講媚外啊。像 Made in Japan，他講有個詳細嘅。佢做價位可能較高啊。佢種喺台灣自家做。台灣當時因為這個一般太高會用嘛，所以佢有點個工業化生產嘅嘅生產。咁嘅人話，譬如講，而家日本紙咧同台灣，其實台灣紙像 Made in Japan 咧，嗰啲股市場地位價錢有同樣嗎？哦，有差。有差別。一般按你講啦，你跳蚤市場嘅樹哦，大部分應該樹都係 Made in Japan 就台灣做嘅啊，因為自己做嘅做工較粗實的來啊。啊，日本進口的哈，一般比較少流傳。一般它做工都較精緻、較高級。啊，它因為它一般有錢，按你講有錢人在用嘛，所以佢買嗰個幾率較少哦。所以咁你發到變成講，咁點解你這家告訴你這家樹嘅係大部分係哪樣？日本呢，還是講其實台灣這家做嘅？哦，因為喺台灣吼。嘛，當到因條樹也做老掛種啊，當到收藏家叫樹嘅係類似較高級哈，比如從日本進口嘅啊，嘛有因提日本特別日本帶掛種轉去台灣賣啊，但是我收集我想法係我呈現台灣早期民眾用嘅掛種啊，所以我去跳蚤市場簽嘅，我就全部簽以叫做台灣早期民家用嘅做掛種啊，進口我就。不是我收集的目標啦。你這個重點還是講，其實台灣這個買的身份地位會讀到嗰種掛種啦。因為其實一般的人哈，冇可能去真正讀到其實所謂日本製的嗰種啊，因為呢方面貴貴。但是一般的人都較掛可能，譬如講能看到亞位，如果你台灣這個做嘅，貴到人的印象，萬世印象，咪係看到人的掛種。較多。從人哋輸落嚟的掛種以後，唔係讓我去聽講，亞位掛種。用嚟去分類，冇得講用嚟去整理咯。其實我都講嘅，要掛種嘅種類當多啦吼，所以我當時就是收集目標就會講有一種叫標準型嘅，就強牙那個四四方，有做青豆嘛。一般當時台灣早期民家用青豆嘅，所以我就以這種為主。當然。假如有一些可透視的，比如圓棕啊，或者有一些八角棕又肚豆嘛撈去樹起來啦，係啊。咁像唔能樹嘅也掛種地步呀，伊用人推嘅分配，冇得講買個地方山咧，以嗰種裝飾風格冇同樣，有安尼分配。哦，有動態嘅分配咯。來講嘅，做日本進口嘅，有人特別去日本進口嘅，佢啊種嘅掛種。動精緻啊，外表還有雕刻啊，做動匠啊，那台灣做的吼，就有種標準型的，就簡簡單單、四四方方嘅種較多，啊，佢做工嘛較粗，啊，用嘅料吼，較就當地台灣的雜木較多，啊，然後嘛用當多，我要講嘅合板，所以台灣做很容易給蟲蛀壞脫，有一個很大嘅問題啦。咁如果我譬如講人哋有幫人哋介紹台灣嘅嗰種家具嘅時候，如果講像譬如講人哋台南嘅木工師傅有一種佢特別嘅技術，然後無論那片嘅陸工嗰片嘅木工師傅有乜嘅，咁當初咧注重也要做台灣嘅老掛種嘅時間。有講伊呢入邊老掛種係哪一片注重嘅，嗰時也要爬頭啦，嗰種冇同樣冇。有，台灣嘅就大概還有這個標準型嘅這種風格啊。那日本進口嘅嗰種造型就比較屬於日式風格，就有很多那個雕刻啊，然後一些造型嘅有八角形啊，還有圓形。造型較多，所以還有另外一種就係嗰種西方式嘅風格，西方式可能能夠有老鷹啊嘛，還有嗰個車子嗰種嘅造型，所以當時喺台灣早期確實
有几种摸孔的风格。因为后来听众人开始有一点讲石英钟上瘾种出现以后，也都老瓜种都慢慢的被人淘汰。因为一方面可能无按准，石英钟被讲鬼准，可是慢慢的讲这个东西嘛变成无。可是渐渐后来开始去数安尼老瓜种的时间。你这个数过了以后，唔係先去看按样个涨，还是讲先去干脆地查查个有乜个人间都做乜个人间哦，应该我数也都挂种，动师系一个心态，就讲也都祖先留下来挂种，就丢出来动可行啊的一个想法，就讲然后去数来，然后以后那个长起来。所以我数了要挂种的也一定会做我们讲的 SOP 的作业，所以树种呢一天线贴胆过贴标签，写上日期天来都树的动师树的价钱几多，那接下来就会绕去插扣来，生锈的绕去除锈上油，然后木质重铸它的，要么摸盘在锈摸惯的，暂时绕去清一清，然后灰尘清理干净，然后让它固定然后整个这样用保鲜膜让它规个包起来，因为讲的可能5年10年也才会修理所以要先做初步的叫做保养，然后去比方说每半去10个那个重做，还有生锈落去。可是你这个唔买过了以后，你整理喺喺度马上去修复，冇，因为你这个嘛规模限啦，可是可能我在有限的是啷来商业一件事情但是问题你头都有讲到2件事情，你讲五金的部分，譬如讲总盘的嗰种金属的部分，五金的部分还可以去嗰种上路的去清洗送一些油，但是数的部分，嗰种数的部分也真的全部做的过烂的，你话一直塌方落佢冇辦法，其實我數嘅動到掛鐘真緊，因為我講動師推翻的掛鐘用動到合板，合板經過40-50年叫做剝皮動嚴重，留到咪本沖嘅主體，但是也都主體嘅粉嗰度鏽蝕東西，然後佢清它，然後那個外框類似那種用膠帶然後我們改那個紙膠帶，然後去粘定位。然後規個場，然後倒落，佮冇相關，因為清一清佮都沖已經成什麼樣的摩貼地圖的啦。嗰時候等於講安尼，先生也意思其實唔係希望保留也尾規全部好的一啲老瓜種，唔先唔講，伊當然還沒辦法可以用，但是你都希望啲人哋後退把東西留下來，應該安尼講啦也做掛種的修復，提一个目标，就讲其实树的价格状况还不错，只有某个零件坏掉，我补个零件就好，希望佢就维持原来的原貌但是就动到就个这木质部分全部做到摸盘把修理，个做重做的。那重做的时可是个就是讲我爱做伊签一些资料，它给外框的样的，然后能够走其安尼外框去，然后去修复起来。那没办法就强个怎安尼，就发挥创意，重新再设计、再制作安尼。可是你亚贝路本来路以这个安外强都全部做下的。全部做的，零件嘛摸的，等于路伊睇雕放了雕出伊个新的啦，用 Q 人件雕出伊个新的挂种，外框嘛全部做过啦。但是也为样式还是怪古典。啦，还你做也到原来个样式啦，啦。咁种一般来讲，这个长伊的挂种的话，差不多要长一久像一只挂种，个当时数到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有2只啊3只个破烂的挂种，叫做。一个摸摆锤一个摸转子一个摸个发条断脱啦，所以又要3只来倒入来，倒成一张因为这3只就已经坏强的，所以这个外框就依照传统标准型的一个外形重新再设计这个也设计就想到重新设计个文字版就重新来发挥创意，所以个文字版全部用重新做过个文字版全部用木材做过，包括个文字全部都用个木材去做过。因为头先我看到奇怪从来冇看过有镂空的一个设计，因为一般来看到一天有啲文字版嘅嘛，基本看到
我按特别有啲镂空可以看到底部的畸形啊呢。后来欣赏那个哦，也还重新做过，我说哦，冇做，因为真的是一般来讲，一天会有啲办的嚟嘅，如果有啲办的嚟嘅。咁种人呢，你係咪要專門去買過來？其實為到也要人看的咯。其實我講嗰條樹葉老掛種，最重要嘅是個破爛叫做老掛種，另外一個就係去樹個都零件。有時個就屬一個轉子，嘛撈賣來，有時候擺吹嘛撈賣來，因為地道以後一定會去更換用。你像我哋有時間，我慢慢的對龜頭的地方，把我哋以前的鑼鼓是鑼回憶釀過來用嘅。其實從鑼掛種嘛，係對龜頭已經壞的鑼掛種地方，把嗰度冷腔全部拿出來，係會丟出嚟啲新嘅哦。於是下第一下我就買嗰度過精彩的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嘅蘇文清教授同人講，伊係用嘅去數嗰種舊嘅鑼掛種，把它冷腔拆下來以後，去雕出一啲新嘅鑼掛種。其實還是新嘅啦，但是看起來有一啲從古老嘅掛種啦。像每樣吼，從健康我哋有新幾多嘅嗰種掛種啦，譬如講新型嘅啦，甚至講我哋話有看到嗰種講德國嘅嗰種古種啊，吼，我哋行來行去，咁伊同我哋鑼掛種最大嘅分別嘛。個茶堂的古種也就係按你講，因為講伊係一種西方嘅，有到台灣嘅掛種，伊係一個時代背景，伊嘅造型還有伊個用嘅料，佢都全部冇共用嘅啊。造型。因為而家有種我講，應該講按你掛種應該對現在人的生活地步把變成一種裝飾品的啦。一種比如講錄下看看落，希望講過於嗰種時代的感覺。時代嘅味道。係，有種嘢種。有時候有人希望講，如果有希望有嗰種使用嘅感覺嗰時，有人會買嗰種德國的嗰種掛種吼，掛掛種。咁從本嚟從按你時代東西地步，從按你幾時節有按你掛種嘅人家，係咪睇其實做起路上廣闊以後，其實冇咩味得人買得起吧？其實差唔多按樣嘅錄下人都可以有按你掛種。其實光復要民國50、60年代嘅時間吼，其實台灣民家用掛種嘅動多，但是我講嘅佢係用一般有種嘅標準是掛種，一般吼有錢人家、大戶人家佢用嘅掛種，我講大部分應該係進口，它有比較類似比較大型，做工精細，然後有雕刻嘅都，所以到台灣董事用嘅種嘅標準性掛種。有動態嘅差異性。其實有時候台灣看到嗰種開門，然後它都係無色的啦，無色的，然後其實冇乜嘅花頭，然後你無色，看上嚟如果你幾古典啊，你樣式。咁相信上，你這個裝嘅安多嘅掛種地方，有印象幾深嘅冇？我修理過嘅整理過嘅掛種，一個最大型嘅掛種，所以我數個嘅掛種董事，數度嘅掛種就數度就叫做基件擺出，嗰度基件全部出，但是個外框全部摸嘅。然後我底下文字板上面有嗰個品牌嘛，我就查我第一印象很深刻 ，Colofen 就國王牌，我上網去查到，呀國王牌呀，這個品牌，佢嘅高度有1.2米，就是差不多有這個掛種嘅2倍大。我修理好以後，我就感覺我修過青苔掛種，還有以後也查一些資料，大概1.2米算台灣掛種裡面最大型的了。也是第一個。第二個我講修理來挺有成就感的，就圓鐘。一般圓鐘愛較少啲數，因為這圓鐘通常係喺車站啊，辦公場所啲用嘅。當時我看到圓鐘，因為體白看到動新奇，結果轉移初步整理才發覺，一整個外框全部被重鑄掉，它整個佢用石膏去補咗嘅。所以個做魔法用的全部外框全部做過，所以個圓形的鐘吼，啊，就畫動作實驗個外框的圓形的動作線條的造型，所以用手工去做出個造型吼，
动奖哦，所以个作秀丽我真有成就感。我想请问一下吼，像我哋家看到挂钟喺上面咧，带下我哋讲钟摆嘅地方啦，吼，那个钟摆嘅地方，咁喺以你一样嘅啷嚟啷去，嗰時都一樣嘅時間，咁嚴重咯，幾時覺得嚴重有鐘擺嚇？有，其實鐘擺較細粒，短短嘅。邊個係地板係咪？紙類共用。哦，紙類共用。係佢鐘擺就較短啦，所以擺動較夾一些咧，係啊。我問一下，告訴我，這個萬世碌下邊公媽糖油按嚟掛鐘。嗰時其實掛鐘嘅聲音對你來講，其實係一種萬世一種回憶嘅聲音。其實也做掛鐘愛動師秀麗提一個秀麗好嘅時間，最重要探到嘅滴答嘅聲，還有另外一個就去半個小時，然後整點跟敲響嘅個鐘聲吼，啊秀麗按到才發覺這個鐘聲差異動態，有的很悠揚，有的是很它那個聲音的感覺像冇共樣，所以我到去掛的客廳樂哈，除了個滴答，感覺客廳一下好像一下火起來。另外就很重要，那種它可以吸引那個地方可能個鐘聲，哦，半個小時整點的時候，那個聲音敲起來，真的感覺好像整個客廳一下就活了起來，有那種感覺。因為其實按你講，我真係萬世以前的嗰種嘅印象都出來哈，譬如講萬世真的是11點半的時候都咚一聲，哦，11點的時候就最吵了，因為有打聲音下，吼最吵的時候，尤其暗晡啊嘛，喺打聲音啊，就最吵。但是你頭都有講，民意啲聲音冇聽，怎麼好冇聽哦？伊咩都伊啲嗰種聲響，然後打嘅聲響，怎麼好有啲聲音個講有啲當時個大。其實台灣早期嘅掛鐘，佢敲響裝置有兩種，一個係響棒，一個係響盤，響棒有一記、兩記嗰種，所以佢敲入嚟聲就冇共樣，響盤又大又細。那個轉圈有冇共樣，所以敲的聲音有冇共樣。另外你有做的也可以調整，我到可以很悠揚，還是要硬一點，還是要軟一點，你之後全部都可以調整。哦，嗰種其實看起來幾簡單的東西，但是你調整以後就冇共樣，以後嘅聲音都冇共樣。也都一種鑼鼓看的一種特色，然後比如講剛剛的天子的東西，固聽都固聽的，好，以前嘛個聲音都嘛個聲音，標嘛個過。啊，首先廣東朋友談到更加以後，我發現講，我哋都開始鑼鼓啊種咧，咁眼用係一張咯。呀，個太問題啦，太問題咩？因為而家對幾多廣東朋友來講，因為係太問題，因為幾多廣東朋友可能錄看裡邊還是有鑼鼓啊種啊，一路聽到一萬歲態啊，但是幾唔會同嘅你安樣咯。冇咁錯啦，我秀麗啊掛鐘，我講動師，我係這個一種回味，然後這個一個興趣，然後去到數來這個嘛發動多嘅時間去研究啊基建，然後這個學用嚟整理整修啊。那一般民間講你啊掛鐘嘅秀麗，其實有啦，台灣有啦吼，比如高雄啊、台南咪有個鐘錶店，有的還有老人秀麗啊，做掛鐘，唔過吼，你要有耐心啦。我慢慢啦等啦，等到佢。人聽不一定有啦，唔想見到新嘅東西，你可能馬上都有人聽。應該嚟講，其實你見到新嘅東西吼，有時過5年10年，冇人聽冇，你冇可能辦法。係啊，嗰時其實留到見到東西，除了像現場安尼有按專心去數嘅人聽來講嘅話，因為一般人真係冇安尼人聽。嗰個其實像數萬的張鑼掛鐘，其實嘛有幾多幾影響幾深嘅事情咧。咁除了頭多以外咯，話有即個感覺到影響幾深嘅嘛？就剛剛講嘅一個修理過清代嘅掛鐘，一個修理過最有成就感圓鐘啊。另外一個最印象很深刻的講發揮設計的創意，然後當到快鐵嘅掛鐘。整理匯整成一個掛鐘，就將壓榨作為2-3個整理起來，重新再設計、再製造。你把每一個掛鐘裡邊可以用嘅部分，去雕成一隻掛鐘。真係應該講，例如講把愛燈一個可能冇同嘅掛鐘，變成一隻新一隻
把伊的生命将伊继续行下去的。係啦係啦。可是迄個丘人坑其實留頓還是有也俾一種用途啦。係啦，有啦。咁總先生佢爭按到掛種，即個對未來呢有乜個打算嗎？有想要辦一個展覽會？哦，展覽會展看啦，要嘛應該是修理嘅，因為搞熟嘛，哦，啊，其他利用工業時間去修理啊，這修理的速度很慢啊，啊，完全一個想法就講，把那破壞的掛鐘撈去修理起來，然後先掛起來，啊，有用個處理啊，要慢慢打算啊，一個就會講，又拼親朋好友，去看到蠻喜歡的，哦，那我可能就是就以後贈送，讓他回味一下，這樣子咁像這個你見到台灣有嗰種老掛種嘅同好會冇？同好會啊？還冇看到啦，佢較特殊，也仲係較特殊，所以也蠻冇。因為我能講，喺入面啊，海底有冇人講？像人家吼有幾多嘅譬如講人咧做木工啊，然後講人講做木匠、做木工嘅，以為用可能抽料啦，吼，某種東西把它變成以前嘅年代嘅樣嘅，以前鬼古老樣嘅。因為人家搞係木質材料同設計呢嘛，有想過講，把亞文即個啲長老掛種嘅技術啦，冇得經驗去搞生意呢，因為人家生意呢，吼，可能會利用伊即個嘅一種設計嘅。嗰種天分，就像也樣嘅，伊即個有木工嘅技術啊，按你搞伊嘅技巧嘅技術以後，伊可能會丟出一啲人講嘅新古物，哦，伊嘛係算一種設計嘅一種門派樣嘅東西，有相關嘅東西。哦，主持人也係想法當好啦，但是我講嘅話，有乜台灣老掛鐘都數得動難嘅，所以應該是目前冇呢個想法啦，哦，所以。就講能夠數幾多啊，然後去整修起來啊，也有可能用個處理，給也有這樣的打算。主要是講，靠着時間有限，趕快把那丟出去，要把它丟掉的那個掛鐘，趕快撈去數起來。其實伊啲老掛鐘，伊代表嘅唔單止係伊啲人台嘅伊啲事業，其實伊還代表吉時節，可能台灣嘅神法，還有台灣嘅精神。今過感謝我哋嘅文獻先生，我哋先同人講按到老掛鐘嘅故事。安子社主持人安子社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咱先生來，運動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好好運動嘅單元。今本日是老虎先生同小朋友，快嚟向下來做運動哦。準備好冇？快嚟開始嘅。來，手柄好，往前面來，慢慢地後面，前面。後面，前面，後面，慢慢咯，前面，後面，最尾擺前面，後面。慢慢來做數嘅運動哦，前面轉十圈，1、2、3、4、5、6、7、8、9、10，後面十圈，1、2、3、4、5、6、7、8、9、10，再來。1、2、3、4、5、6、7、8、9、10，後面1、2、3、4、
6、7、8、9、10。要慢嚟做腳打開來，腳打開來。慢搖，停同一下，安尼腳。再來半邊，腳肩放開來。再來哦。半腳。相同嘅好。安尼嚟最尾腳打腳，1、2、3、4、5、6、7、8、9、10，再嚟100哦，1、2、3、4、5、6、7、8、9、10。從身體用手來總體停同一下，繼續安尼講安尼慢些來教嘅細年嘅，也慢同細年嘅強下，但係安尼來比細年嘅轉一拳咯，打開來數拳數，兩片安尼走，走一拳，數來大數，大數，兩下1、2，兩下1、2，轉拳1，再轉過來，再嚟單方，兩下，中間兩下，轉拳，本葉片咯，一路我哋慢些，準備同細年嘅大人向下教，比較快樂，記得我哋盡量同細年嘅一個教嗰度，唔是乜嘅動作，嘅簡單都是得。繼續我哋前面表嘅嘢咧，空氣棒，空氣棒，我哋原體是得安尼拿定，不用定來，不用定來，但係如果跌落來，一條腳空來哦，我哋1、2、3來腳準備好未冇？準備1、2、3，有，腳打開來，準備哦，再一擺，1、2、3，倒落來，腳倒嘅，相同嘅再一擺哦，叫人哋咧同意幫，冇必幫一天啊！1、2、3，跌落來相同嘅再嚟，我哋頭拿幫數幫腳打開來，輕輕地轉圓強嘅安尼轉圓強嘅，轉兩拳都冇打頭拿分準備慢慢地轉，慢慢地慢慢地轉，再來呢轉過來，頭拿唔好分，開始。體運動，頭拿冇分兩拳都好，唔是太多。再來我哋來難點也嗰種衝一樣嘅同衝一樣。打出去數過來，數安尼標，安尼夾定咯，準備好啊！1、2、3，去！再一擺，1、2、3，去！再來一擺哦，1、2、3，去！真好，也慢，安尼一定要走上強樣嘅，停低安尼走一拳咯，準備停定來行，來。兩隻數，就上曲一樣嘅保護人嘅空氣棒，相當嘅咱我哋打用一記就是得，不用也來不用等，
俺哋同小朋友兩個面，用 A 咧，用 A 咧哦，接放來哦，1、2、3，不如 A 過來，1、2、3，相同嘅也嚟練習我哋目睭同我哋手同樣東西去配合，1、2、3，相同嘅1、2、3，相同嘅再來我哋練習都是用燈，兩隻手打開來，看前面，慢慢地行哦，轉眼看你哦，轉眼看，對下來嘿，等下咧，寫字，將個都是行，安尼，慢慢地轉，太熱唔好痛哦，寫完你慢慢來，慢慢來。加油，加油，加油哦！轉一圈咯哈，手打開了又得下來，再來，唔怕，手打開了喲動作慢慢來，成功，拍手。最簡單嘅，如果係同小朋友用係難點，難點，難好來。轉一圈，慢慢地行，轉一圈哦，保護我哋聲音嚟再來 help me， 手柄好來手柄好，可以用 captain 冇必得係咯，轉一圈，要注意慢慢行。但係如果重來相同嘅嚟，又問我哋用兩支空氣棒嚟向下，你要看慢人加油力咯，要有一條線，是唔得超過都輸嘅準備嘅看慢人最有力，1、2、3，開始，用力。用力，小朋友贏嘅再來一擺準備好嘅1、2、3，開始，慢慢來吧，冇開始1、2、3，開始，按太力，相同嘅比他人有力，來打開來，兩隻手打開來。打開來，打開來，手柄啊這片安尼，泡茶用的預備開始轉眼看你，轉眼看你相同的轉眼看你，其實也挺強比嗰種空氣，但是我哋是得感覺那個泡泡茶啥去。培養同聲音嘅感情好，安尼好，轉過來 ，OK， 轉過來，但係我哋咪是用棒嘅，用一支空氣棒，用棒嘅慢慢用個有力，準備好兩隻手，好，提好來。1、2、3，哇，真有力咯，好，來一基本8，拿上來基本呢，我哋好運動，同大家帶來一個空氣棒，係唔係真快樂？一個空氣棒是得同聲音嚟向下交流，培養我哋感情，喺腦背我哋是得做個大運動，咪是比出去，咪是接，先學教嘅一個運動，又簡單又安全，希望大家學到一個空氣棒，全家一下來交流，我哋下一拜再見面咯。